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人爱食润饼糕，冇人爱食大肠到小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糕、糕糕第四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糕，就是敢若做寿司共款，甲物件包入去卷起来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甲食米卷起来。咱讲会当糕做伙食，嘛会当讲是一卷一卷，或者是包做伙食米。像讲 hamburger， 有人讲是汉堡糕，冇人讲是芳糕。另外，糕肥就是讲甲洗，或者是会烂去这有机肥料，等落去到洗壳内底，掺水浸一段时间，互伊分解，就会发酵成做肥料。若料珠仔糕就是因为包料珠仔伤过长的时间，因为皮肤去吸到洗料，引起发炎或者是发黄。不良的情形，这款的镜头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润饼糕，也就是润饼，就是将面菜蒸好熟了后，包肉丝、豆菜、盐水、红菜头，也就是仁仁或者是笋丝包起来食。第二个词读做软糕糕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真忝，规个身躯拢无力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两讲阿明，若讲到这，亲像四讲工程；若做代志，亲像单衫磨镜。上班时间看起来敢若软糕糕，懒是懒死。若是到下晡第时间，有人买润饼糕倒转来，伊就亲像一尾活龙，规人真清彩有精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糕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